大家咧係咪想飲到正宗嘅英雄9號紅茶呢？咁就睇過嚟啦。我哋呢款咧係我家鄉嘅特產英德紅茶英雄9號金毛號。金毛號咧，佢係英雄9號當中一芽一葉嘅採摘標準嘅，先至叫做金毛號。芽條幼嫩均勻，連採摘嘅人工成本都高啲嘅。佢金毫佔比高嘛，所以呢款茶咧佢入口係更加嘅鮮爽綿柔嘅。喺出邊嗰啲特別珠三角嘅大茶葉檔嗰啲啊，求其都賣到200-300蚊一斤啦。但係我哋嘅優勢咧就係產地直發，正品保障，168蚊咧就有4罐，淨重1斤俾你到手啊！仲有2個精美手提袋俾大家嘅，中意嘅下方鏈接買單翻去試下，2包試飲裝俾埋大家，大家到手先開呢2泡，試過滿意就留低，唔滿意可以退，有運費險安排。